Hello，又到尋股平標，咁呢，而家會簡單少少介紹啊，因為而家啲標都係做緊特價，近來都係做緊啲特價標。咁今日就呢一集5隻標啦，咁全部400蚊，全部400蚊。咁所講嘅標嘅資料咧都會簡單少少嘅，因為唔想嘥太多時間，即係資源就係成本啊，所以都要嚟翻個效益。咁啊，今日5隻標啦，咁俾大家逐一介紹下先。呢一隻係日本標啦，水晶石英羅馬字，有日期嘅。咁啊，近距離就俾大家睇下先。咁你見到個標面有少少底都係水晶啦，咁有少少好似望落去都幾優雅嘅一種感覺。咁啊，底蓋咯，有使用痕跡嘅呢啲。睇埋個底殼先，咁咯。咁就400蚊，有日期嘅。自己睇大細啦，咁就標個覆面就自己睇翻大細啦，就係咁啦。400蚊，日本水晶石英標，呢個牌子啦，係啦。另一隻都係呢啲牌子，大家都見過啦。呢隻呢，就標帶就雙金色啦。講翻頭先嗰個少少內容先，因為我冇度嗰啲 size，所以我帶一帶俾大家睇下頭先嗰隻標。好，睇翻頭先隻標先。咁啊，留意翻，較翻細少少先啊，唔好意思。我戴呢係啱啱好嘅，我隻手都係偏右嘅，啱啱好。見到啦，女裝標，啱啱好啫。咁啊，自己留意翻長短大細啦。而家呢啲成本低嘅標都唔搞咁多嘢，都做唔到太多資料，因為做太多資料我都需要好多時間。咁啊睇到啦，係啦，手腕比較幼，400蚊呢一隻標，係啦，俾大家近距離望下。而家呢啲市道啊，都係玩翻啲平嘢啦。咁你問自己睇啦，睇啱啊自己聯絡我啦，到時都會喺個頁面有電話聯絡嘅。咁留意翻啦，有少少嘢會可能要改唔同咗嘅，等陣再詳細同你講交收嗰方面。係啦。咁就另一隻啦，石英標啦，呢隻牌子啦，大家都見過嘅呢啲牌子。咁啊幾大呢？都度埋俾大家睇下啦，自己睇啦。標面闊度啦，標帶就係銀色金色啦。咁就正常石英標400蚊，係啦。呢啲都係睇埋底啦，呢啲牌嗱輕身少少痕跡，薄嘅。呢啲其實都粗用㗎啦，唔使講太多嘢。呢隻都應該係女裝，因為我戴都係啱啱好。我戴係得咁多虛位啫，留意翻我比較瘦嘅，係啦，得好少虛位。咁咧，例如呢啲一定係女裝㗎啦，搞唔到男士戴唔到呢啲。400蚊，咁啊近距離睇下先啦。拍片都要爽快利落啊，時間就係成本啊。
咁啊，另一隻鐵達時，鐵達時啦，黑色長方形啦，3眼針啦。咁咧有鐵達時咁啦，新淨嘅靚仔嘅呢啲嗱，呢度型號啦，黑鋼咁啦，呢啲黑鋼。近距離啦，望下先。側邊就係都好新淨嘅。闊度啦，自己睇啦，都費事寫啦，自己睇有日期嘅，400蚊，400蚊。咁啊，另一隻呢個牌子啦，金色男士機械錶，幾過癮嘅。下邊你見到呢度有個即係機械啦，重身少少呢隻錶，即係大隻啊，都聚手嘅。闊度啦，掣啦，機械錶就通常都係咁嘅，啲透明你見到啦，都比較聚手少少嗱，見到啊？呢個牌子都係400蚊，留意返，有興趣就揾我啦。金色嘅。咁有使用痕跡啦，條錶帶望落去都知用過㗎啦，呢啲400蚊。另一隻不鏽鋼，黑色不鏽鋼，黑灰金鋼3眼石英錶，呢係運有啲牌子啦，呢隻都係有日期啦，3眼仔啦，近距離睇下先，咁大啦，自己睇啦，呢啲自己度啦，唔好話我冇度啦。都做唔到咁多功夫啊！低成本，冇乜錢執，簡單利落拍條片，有興趣就揾我啦。咁由於咧而家呢啲減價嘅錶啦，即係都比較係平價嘅錶，因為真係叫做清埋啲底貨俾大家，咁就留意返。如果交收嗰度咧，就係今個星期六大圍火車站嘅，今個星期六大圍火車站留意返，交收係今個星期六大圍火車站，因為成本低啊，我唔會搭車出嚟揾你大家㗎啦，你要留意返日期，今個星期六大圍交收，係啦，全部400蚊，係啦。咁因為我有其他工作在身啊，咁如果你話要聽日交收咧？聽日交收或者禮拜5交收咧，地點嗰度可能就要再私底下再同你聯絡啦，係啦，咁就都係要就一就我而家返工比較忙，係啦，同埋而家成本低咧，我都唔會嘥太多交通費同大家交收喎，咁你留意返啦，星期六大圍最好就係星期六大圍。好，今日5隻錶，再逐一俾大家睇下，呢一隻啦，黑鋼400蚊。掃一掃啲邊俾大家睇返先。近距離一隻，望望啦，水晶錶面，日本嘅羅馬字，呢隻啦 CYMA， 兩隻錶帶都係呢啲色啦。呢隻其實我覺得呢隻係靚嘅，呢隻係靚嘅，不過呢兩隻都係女裝，留意返女裝。咁就另外鐵達時啦，黑鋼啦。同今日有兩隻都係黑鋼嘅，即係黑色嘅鋼咁樣啦。一隻機械錶，一隻機械錶，呢隻。今日呢兩隻都係黑鋼，有日期，石英啦。一隻機械錶，係啦，呢隻機械錶金色。得得得得得得。5隻錶400蚊，星期六大圍火車站交收。如果急需交收聽日咧，就聯絡咗我，再同你夾一夾啦。可能係某一啲嘅指定點啦。好，多謝大家收看，拜拜。